今日嚟教大家一招嘅新手基本招式，就係叫做收放自如 Stop and Go。如果學識咗上次教嘅升降機之後就可以試下學習呢一招嘅收放自如啦。顧名思義佢就係將隻搖搖嘅 stop 停咗落嚟之後再高掉翻出去嘅招式。首先你要有一隻可以直接拉上嚟嘅搖搖。一開始同升降機一樣，掉一個勁力旋風先，食指伸出嚟由內至外頂出去，跟住用綁繩嗰隻手控制條搖搖繩，拉起隻搖搖，將條搖搖繩對準搖搖中間嘅空隙，搖搖嘅位置大概係去到呢一段繩嘅一半再高少少，將條繩兜過隻搖搖，成功咗之後兩隻手掌就會喺上面，搖搖就會喺下面俾條繩兜住。我哋首先將兩隻手嘅手掌朝下打開，然後同時用力拉起隻搖搖，保持手打開嘅形狀，捉實隻上緊嚟嘅搖搖。之後應該會好似我而家咁，隻搖搖停咗。呢個時候我哋就要確保綁住搖搖繩嗰隻手係喺外面。之後我哋用呢隻手去發力向下一拉，搖搖就會被掉翻出嚟繼續轉動。最後我哋反手收翻隻搖搖，咁就完成噶啦。呢招有幾個值得注意嘅地方。第一就係初學嘅時候拉上嚟會收得唔夠完整，記得呢度兜住隻搖搖嘅繩長盡量係喺一半偏上嘅位置，咁樣兜完之後兩隻手先至會喺同一個平面。第二就係收咗上嚟之後好多時會拉唔翻隻搖搖出嚟，呢度就要特別注意拉搖搖上嚟嗰個手型，同埋冇綁繩嗰隻手嘅食指嗰度係唔係有保持翻一個圈喺嗰度，咁樣拉出嚟嘅時候先至會順利嘅。第三就係收搖搖嘅方向，因為隻搖搖已經上過嚟一次又落翻去，所以佢嘅方向係會改變咗嘅。大家一定要記得用反手去收啦。最後可以試下用迅雷出擊嘅收法揈隻搖搖出去再拉翻嚟。咁今日嘅教學就到呢度，有問題都可以留言，記得 subscribe 我啊。